112年的头一日，做伙来敬拜主，这是何等的福分！伫礼拜头前，咱要用一段时间做伙来祈祷，做伙来仰望，也做伙来有备咱的心，要来调起咱的主。首先，咱为着所有服侍同工来祈祷，因服侍上帝，佮服侍众人，互咱会当欢喜佮放心来敬拜主。所以，咱爱为因手所做工来祈祷，求主坚固伊，也求主互每一个同工会当连结，成做合一的团队。咱做伙为着所有服侍的同工来祈祷，也请所有同工为家己的服侍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，会当服侍你，佮服侍众人。主，你互阮每一个人所做工会当合你的心意，得到你接纳。主，阮所不足的，求你来补足，互阮会当成做一个无破口的团队，服侍你，佮服侍众人。主，互阮所做工会当得到你的欢喜，也成做帮赞起造教会的服侍。主，今仔日阮所做工，无论伫头前、伫后壁、伫楼顶、伫楼骹，看会到、看袂到的，拢求你继续甲阮三同工，互阮所做工会当温上加温，力上加力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就是咱为着所有的兄弟甲新朋友，入到礼拜堂做伙朝见上帝来祈祷。求主互因伫路中无窒碍，会当顺序来到圣殿敬拜上帝，互因的心身健康，因的心灵是有备好势，柔软，会当接纳上帝话，佮会当长大嘅智百倍，也互因每一家来到上帝的殿院，心内若有空喙的，就得到医治；软弱就得到坚强壮大。咱为着所有的兄弟。所有新朋友入到殿院来敬拜的人，做伙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是你互阮有特权来调见你，会当亲目见你，会当领受你的恩典，会当听到你亲嘴对阮讲话。这是何等的恩典，何等的慈悲疼痛。主，阮就将所有要来调见你的兄弟甲新朋友，放踮你的手中。主啊，若伫路中的，你就互因会当紧紧来，无窒碍，无阻挡。因的心身健康欢喜，调起你，伊的心灵柔软，会当有好的经济压力内底就长大结实百倍。主啊，互因伫即个敬拜内底，因为诚实，因为顺坦真理，就要听到你亲嘴对因讲话，来得到利益甲更新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最后，咱来呼求咱的主，求主伫咱的礼拜掌权做王，求主的圣神运行伫整个圣殿内底，互咱会当得到更新，得到快乐，来跑走头前的路站，继续起造教会的事工。咱同声来祈祷。因为上帝，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宰，你是拯救阮的主。当阮来敬拜你是理所当然，但是阮伫遮要特别呼求你的圣神来圣化、来运行、来充满，互阮会当得到更新的快乐。毋是干那听叹你的话语，佮顺叹你的话语来行。也因为阮的教会同心合一来敬拜你的时，就成做你圣佮公道的教会。来荣耀你的圣名，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咱安静有备心来准备敬拜上帝，也请咱特别检查咱的手机，互咱会当有安静无受困扰的时间。多谢大卫。
耶和华安尼讲：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踏椅。恁要互我徛什么好的厝？什么好的所在是做我安息的地方啊？耶和华讲：这拢是我的手所创造的，所以这都拢有，总是我所看过的。就是谦虚心痛悔，因为我的话来妙妙出来的人。大家新年快乐平安！将欢喜咱第一日就来敬拜咱的上帝。今晚要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第27首，圣诗第27首，上帝做阮大大帮赞。唯有请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咱即马安静心来同心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你是世界创造的开始，也是世界末世的掌管者。既然你所创造的物，
拢真做极其的水，永远的袂改变。你的时间也袂延前。你互白云对着风飘伫蓝蓝蓝蓝的天顶，你互大雁伫海中悠哉悠哉流着咧。你互风无造成伤害，你互水无淹没土地。伫过去的一年中间，虽然有 COVID-19 疫情的爆发，对抗中国的恐吓扰乱。天灾人祸引起战争的不安、经济的变化，但是你的保护一直高恩同在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咧，互阮有够用的稳定。今日是2023年初的第一个礼拜，也是相连释教110周年的第一日。阮感谢主的恩典。求主伫新的一年赐福阮众会友更较侪新的恩典、新的恩赐、新的信心、甲新的启示，互阮的言语行为更较合主你的旨意，行起宣教的异象，互更较侪灵魂得救。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阮伫你的内面一切拢成做新的人。求主赦免阮过去一年对艰难痛苦的挑战中充满惊吓、失志甲无信心，因为安尼，阮无办法来见证主的名。阮伫信仰的牛戆中经历上帝的恩赐。当世间人叫阮爱有勇气的时，你毋敢互阮有勇气，你是亲自用听的供应，成做阮的勇气甲气力。主你也赦免阮将信仰甲生活来分开，无意中犯了对不起别人的罪，讲出伤害的话，冷淡回应别人的需要，贪恋世上的名利，用无用做借口来推辞服侍。主你赦免阮的开始，就是阮重新得到气力的一年。求主互智慧的人，毋爱因为伊的智慧来骄傲；互勇士，嘛毋好因为伊的勇力来得意；互财主，嘛毋好因为伊的财面来夸口。阮用人物耶和华做通夸口的，摕敬畏耶和华做至宝。阮中间有受苦的，主你着听因心中的祈祷，喜乐的。阮就学乐归荣耀互主，破病，阮就奉主的名得到全然的医治。求主嘛特别医治蔡牧师伊身躯甲心灵。阮失去亲人、朋友、同工的主，你就切打阮的目屎，亲自揽调阮，甲阮安慰。当主你借着人、世事甲环境。来提走阮所夸口的、阮所倚靠的、所介意的、所看重的时，阮就要回转主，独仰望倚靠主。阮无轻看主你的管教，阮经过试炼，上尾要带来尊严甲祝福。阮知影苦难并毋是出自上帝，但是上帝嘛袂阻挡苦难，互伊无发生。一切拢是伫主你的稳准甲掌管中间，求主伫新的一年，你的安慰带走所有的忧伤甲重担，互阮的笑容比目屎较济。求主赐予相连教会甲分堂的牧长、团契、小组、众会友，活出甲新的恩典，会使参比拼的好见证。阮需要上帝的荣耀来看见家己生命永远的价值。主，你也引带阮三芝福林区幼儿园有新的意向、新的服侍，毋敢若有疼心的付出，嘛要得到济的生命。阮众人准备续接信仰前辈留落水的脚业，
心灵起造甲建长的异象三当行，代代传承，接受主的安排，展开新的服侍旅程，互有限的人承接无限的事工。照主的教示，阮大使命记载伫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。所以恁在互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白镜圣神的名，甲因行洗礼。今日我所吩咐恁的，恁拢假是因遵守，我就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愿主圣化今日牧师传讲的信息，互听讲的拢得到造就，成做阮宣教的溃烂。阮安尼祈祷无完全，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。咱即摆要来启用经文第23篇，圣诗后面第35页。启用文第23篇是诗篇第118篇，我来启，大家来用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愿以色列讲，愿亚伦的家讲。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，我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。有耶和华甲我伫地，我就无惊。就甲我开义的门。这是耶和华的门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我。师傅所起誓的招，已经成做触角头的招。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着的日。耶和华当求你拯救，奉耶和华的名来的，应该得到福气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恁就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会众请起立，咱就要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。会众请坐。
即摆圣歌队要引带咱来学老主，因要学老的诗歌是主祷文。圣歌队随学老引带，甲阳光拢归乎咱的上帝。咱即摆要来讲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旧约历代志上22章第1到第5节，现代中文译本506页。历代志上22章第1到第5节。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讲读。代表讲，主上帝圣殿将要起造伫遮，这是以色列人民献烧化祭的所在。代表王命令所有住伫以色列的厝外人组织做伙，要因服役。有个人有被石头做建筑圣殿的路用，特别供应大量的铁，用来做门线的钉仔甲钩仔，佮供应大量的铜，这甲无办法称。太乙甲西顿的人民，佮甲大笔运来济的香柏木，代表上。我的后生所罗门要起造的圣殿，一定要真水高洁、闻名世界。但是伊个少年，佮无经验，所以我必须甲一切先备办好。因为安尼，特别伫未死的大圣备办了济的材料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互听伊话，佮照伊话去行的人。今日杨牧师要引出咱的信息是准备甲刷接，准备甲刷接，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。各位兄弟平安。今仔日是一个足特别的日子。今仔日是2023年，2023年的第1日，1月1号。今仔日是相连教会设教
110周年的第一日。今仔日是圣餐的礼拜，今仔日是信徒委员设立的日，今仔日是中保大道事工的动工初恳的日。遮尔啊侪的特别，互咱心内欢喜着跳，也互咱搁较谨慎，要用祈祷开始来听上帝的话语，互咱的心准备好，会当承接上帝的话，搁照伊的旨意来行，荣耀伊的名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真做你的囝儿是特别荣耀。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何等需要谨慎的代志。主，阮搭伫遮有备家己的心灵来承接你的话语，会当听好清楚，顺探了彻底，来荣耀你的名。搁阮安尼行的时阵，整个教会就求起造来照光伫地方，甲即个世代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免。准备即讲的时阵吼，足认真来请咱的同工用咱110周年的 logo， 诚做这整个讲道的封面，希望提醒咱搁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所以咱来搁较谨慎，搁较努力来跑走头前的路站。伫咱开始讲即个建设，也是讲去圣殿。迄礼拜堂的即个主题，也是讲建设的主题、起造的主题进前，咱先倒来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上帝需要厝无？上帝需要住厝无？今仔日的宣调讲了足清楚的，以赛亚书第66章的第1节安尼讲，伊讲上帝安尼讲：天是我的宝座，地是我的骹踏椅，恁会当替我起造什么款的殿宇啊？互我什么款安息的所在啊？即句话讲了足清楚。即句话就是讲，上帝其实无需要咱替伊起圣殿，咱所起的圣殿，无论偌水、偌大、偌荣耀，我无法度甲咱至大无比的上帝装点内底。所以神学有一句话讲，将上帝藏踮一个盒仔内底，也是讲上帝藏踮一间厝内底。伊的意思毋是好意思，伊的意思是讲，咱甲上帝看细去，所以上帝互咱装点一个盒仔内底啊。迄是咧提醒咱所信仰的上帝是宇宙的主宰，咱莫甲伊藏踮一个盒底，看小了我们的上帝。咱也知影无啥物会当甲伊容纳伫内底，因为伊是创造宇宙互咱徛起的上帝。伊比这个宇宙搁较大，咱怎样会当起够大够水的厝来互伊徛起啊？这是无可能的，这是做袂到的。那安尼，咱就要倒来想第二个问题：安尼起会幕、起圣殿、起礼拜堂的意义伫倒位？是为虾米要遮认真来起？因为阮看即旧约的圣经，无论是会幕，无论是圣殿，迄个每一个细节是遐尔啊细致，什么款的材质，什么款的颜色，迄个色彩，什么款的材料，什么款的尺寸，大细，前后安那摆讲了清楚清楚。所有侍奉的人爱怎样安那进行，安那轮班。安那甚至是清洗圣殿内底，迄个献祭了所有物，嘛讲了清清楚楚。为什么遮慎重？为什么遮细致？起造圣殿，佮敬拜上帝伫圣殿的内面的意义是啥物？所以咱就知，其实起造圣殿的意义是为着敬拜上帝的人，为着咱啦。因为上帝无需要厝体。但是，咱需要一个所在来专心敬拜上帝。所以有人讲，圣殿是一个神圣的空间。咱若躺鞋啊踏入来，就亲像摩西共款说，这是上帝的所在。就咱会当拍拜来敬拜伊，会当专心来甲伊讲话，佮听叹伊的话语。
咱需要一个所在来祈祷，伫遐靠求咱的上帝。咱需要一个所在，是干那咱甲上帝做伙的迄个所在。所以圣殿毋是上帝需要的主题，却是咱需要的主题。圣殿毋是上帝安息的所在，却是咱安息的所在。这是偌尔啊慈悲疼痛的上帝为咱有备的。去做圣殿，去做礼拜堂，毋是干那安尼尔。咱会发现，当咱咧去做即个硬体、即个建筑物的时阵，咱其实搁较重要，已经在去做咱即个信仰团体。因为整个信仰团体每一分子、每一个兄弟、每一个同工做伙做一项重要的事工的时阵，就咱的心会活做伙，我们会凝聚在一起。咱会专心无别的其他的想法，咱会团结做一个更较坚实的信仰团体。所以去做礼拜堂是真正重要的代志，因为要互咱有安息祈祷的所在、敬拜上帝的所在，也搁一摆将咱这个团体相连教会，甲伊友我做伙，共同做一项服侍上帝的代志。这是偌尔水的一个过程。看到今仔日的经文，咱就要倒来看大笔这个人。大笔对做一个各样的少年人，直到战士，直到国王的竞赛，然后变做国王。一世人有一半时间伫战争的内底，但是一生所愿的是去做上帝的圣殿。所以伫撒母耳下卷第7章第20节安尼讲，王就是大笔王对先知拿单讲：你看，我带这个香柏木所起造的宫殿，上帝约柜伫帐房内。伊感觉伊带了上好，上帝带了上歹，这是无法度接受的代志。所以伊足认真地想这项事，就是为上帝来起造圣殿。甚至咱最近咧读的诗篇，咱会发现。大笔做足侪诗歌，有一寡诗歌是个人，即要到房间内的敬拜，讲到伊深深心灵的处境。但是有一寡的诗歌是公众的敬拜，要圣殿要会幕来用的。所以迄个诗歌一定有一个后壁的小标题，叫做《大卫的诗交与灵长》，就是大笔的诗歌要交予诗班的团长。敬拜团的团长，过来要配乐器，做伙来唱歌，做伙来敬拜。所以足第一敬拜上帝的代志。但是伊一世人遮尔大的愿望，上帝是怎样回答伊啊？上帝讲 no， 讲你一世人袂为我起造圣殿，毕生所愿。得到毕生的拒绝，大笔要安怎？伊一世人的价值，那亲像得到足大的危机。有人可能会足类似讲也不爱做啊，拢无价值，拢无意义。但是大笔，却然是上帝所听，得上帝心意的人。伊足紧调整伊家己好，讲好，我无法度去，但是我会当准备啊。因为去圣地准备足侪代志，敢毋是？材料要准备，工人要准备，人的心要准备，足侪通准备的代志。这就是今仔日所读的经文，伊就用伊半世人的气力，为伊的囝所罗门来准备。伊讲：我的囝所罗门少年，阁无经验，趁甲伊要开始去，啥物拢无咁好势，所以我来为伊准备。准备材料，准备工人，准备人的心做伙，然后伊接续的时阵，就会当开始去，佮去了真水，全世界拢知。
所以圣经这段圣经的结论讲，预备甚多，就是伊准备，毋是干那拄拄好尔，嘛是毋是干那亲像有嘛，亲像无够，是准备坐到有剩的程度。你着知，咱着知代表的心意到安尼。所以咱对这段经文会当做两方面的反省甲提醒。第一方面是咱拢会诚做接续这个教会的棒子的人，咱诚做一个接棒者、接续的人，咱为教会前辈来接教会事工的任务甲使命，咱爱怎样来警醒啊？第一，咱来感谢前辈因美好的遗产，因为咱所承接的遗产，毋是干那双联大楼，毋是干那事业体，搁较宝贵的是遐个属灵的遗产甲双联精神。咱应该将这有形无形的资产完完整整承接落来，搁完完整整传落去。伫咱咧讲双联的故事的时阵学习圣经内底犹太人对律法、对历史迄款谨慎慎重的态度，毋好袂记你创业维艰，毋好袂记你信仰的初心。所以咱今年的主题是寻初心，爱双联，敢毋是？咱来记你前辈所做到底是啥物代志是做对了？因做的决定，因所选择的信用选定，到底正确的是倒一寡？所以因为因的正确的决定，就成做今仔日的双联。咱千万毋通袂记哩，也要继续传承因。咱看见蔡牧师特别伫每一届纪念主日，也是讲特别典礼内底，伊拢会一摆一摆讲到双联的故事、双联的精神。那无每一届听讲新的，那亲像从来毋捌听过，其实咱已经听过足侪届。咱应该爱认真讲，这我听过，后届我来讲。这我听过，后届我来讲。所以咱为一楼开始，咱逐摆接待咱的人客、咱的新朋友的时，为迄个无障碍坡道的耶稣鱼，到迄个焚而不毁的标志，甲咱内底即个克西玛尼的祈祷。咱拢会当有故事伫内底，咱嘛无讲双联无12届，双联的12届是咱整个大楼为1楼到10楼起来，全台北市上大的12届，就刻伫咱的建筑物内底，这拢有故事。咱坐座椅，咱今仔日的圣餐道，甚至咱涂骹的东条，互咱当真轻巧来摆椅仔的东条，内底拢有故事甲智慧，咱毋好袂记哩。咱搁爱介绍互咱的新朋友，互咱的人客知。第二，咱来反省前辈不足，因为咱拢知前辈是有限有罪，搁有弱点的人。可能是因为时代的限制，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处境，可能是就是咱有限，无一定逐摆的选择拢100%对，也无一定拢足完全。面对这个咱讲失错也是不足的所在，咱们讲因嘛是安尼尔，咱会讲感谢上帝，因这有限却做这水的工。超越因的快乐，这一定有上帝甲因同工，才会成就这水个大的工。然后，伊伫因无够的所在，咱就改过来补起哩，互双联更较好。这就是咱这代的责任甲使命。第三，咱每一代拢有咱家己世代的挑战，咱来看了清楚。然后正面去迎接伊，赢伊到有剩，靠上帝的大快乐。而且我们问每一个无共款年纪的兄弟，咱有长辈，恁的时代挑战是啥物？
咱有中年的、壮年的，咱的时代挑战是啥物？咱嘛有少年人，恁的时代挑战佫是啥物？咱来看了清楚，正面有勇气去迎接伊，然后靠主赢伊到有存。咱毋是干那是一个煞接的人，咱嘛爱为下一代来有备。所以咱今日所读的经文讲，大比伫伊一世人中间准备真济。咱诚做一个准备者，咱有3方面爱思考甲提醒。第一，咱毋好甲前辈的遗产用甲了了，咱爱会记哩，迄是传互后代世世代代的。蔡牧师几啊届甲咱提醒，咱千万毋通做了尾仔囝。咱毋好看迄个浪子回头的故事，拢足羡慕迄个浪子的，甲家产用甲空空，天父阁疼伊。咱来做一个尽心尽力，好好珍惜属灵遗产的少年人。咱爱会记哩，毋好摕超过咱会当互的这个概念，不要拿超过我们所能给予这个原则，互咱共同的珍贵的宝贝的这个信仰的共同遗产，会当世代传承落去。第二，咱毋是干那被动来珍惜尔，咱来主动为着咱的后辈，为了咱的子子孙孙，来接住迄需要的属灵的遗产，甲各种的资源，亲像大笔共款，准备材料了，准备工人，准备工人了，准备人的心，拢准备教业，要传互所罗门来起圣殿。咱来会记哩，咱毋是干那5000在趁5000，咱是10000在趁10000。上帝大祝福的教会，咱着爱亲像咱外口迄个十字架楼顶迄个发光的十字架同款，因为咱的努力，继续照光伫即个社区，也照光伫台湾社会，世世代代传承伊。第三，咱爱磨练、训练、锻炼。磨练咱的后辈，毋是干那咱无做了尾仔囝，咱来磨练咱的后一代无做了尾仔囝。这3个练是有无共款的字评，是有意义的。训练是言字评，爱用真理教示因，分享互因知。锻炼是金字评，若像这练金仔共款，互因信仰哪来哪坚强，哪来哪纯粹。会当归荣光上帝。第三磨练是咧磨石啊，石字边，迄个无属上帝咩咩角角、气气、粗粗的所在，拢甲磨好无去，互因会当哪来哪顺转，哪来哪永驻来服侍上帝，搁服侍众人。而且我要甲咱啊中间有较少年的，咱爱做很好的沟通。请恁爱记哩，长辈训练、锻炼、磨练恁的时，毋是在欺负恁，是要互恁伫准备好势时，会当承接教会。因为遮有一天拢会是恁的，但是恁准备好势无？只有准备好势，才有法度来承接教会，成做荣光上帝的团体。咱来听因。不要宠坏他们，咱来认真甲因沟通，然后互因有空间甲机会来实习、来锻炼，互因的信仰会哪成熟，互因做工会快乐会哪加天。有一天，咱来看见因会成做上帝甲咱拢看做荣耀的接棒人。对啊，我要用一个故事甲大家分享。蔡牧师最爱讲的约翰卫斯理嘛，是我最爱讲的一个约翰卫斯理。伊有足侪故事通分享，伊是18世纪上重要教会起造者甲组织者，也是上捌宣教、搁捌慈善的一位牧师。伊其实嘛提出一个足特别的，叫做基督徒的经济3原则，互咱伫起造教会、经营教会，也是讲起造咱家己的生活甲工作的时阵，有足好的提醒。伊讲，你爱尽力去赚，你爱尽力去节省，然后你爱尽力
去互别人来分享。什么意思？第一，爱伫无伤害别人，也无伤害家己的原则内底，来认真工作，互咱的财务会当得到好的起造，贡献伫社会伫咱的才能内底，无伤害别人，嘛无伤害家己，这个原则最重要。第二，咱要有简朴的生活，尽量的节省，毋好虚华，毋好看开，毋好做月光族，因为咱无节省，咱无法度真做有一个纪律生活的门徒，也无法度有气力来分享，所以尽力的省是最重要。第三，咱要尽力分享互别人，因为耶稣讲：恁白白得到，就白白分出去。这就是咱爱做的，毋是咱愿意的，是咱为当的一切，就安尼分享出去。所以咱在每一届开会的时阵，咱拢爱问家己一个问题：我做安尼对得起上帝吗？我做安尼对得起教会吗？我做安尼敢有违背我的良心无？我的信仰良心无？就咱若讲安尼无，咱就会当平安来完成上帝所交托逐项的事工。所以，因为安尼，卫斯理一世人128磅体重，足控制了足好势。一年敢若开28英镑，控制了搁较好势。所以28是足重要的数字，对伊来讲，一世人88档的人生，伫伊的日记写了足清楚，这是咱爱学习足重要的模范。亲爱兄弟，咱拢伫世代的中间，咱爱承先启后，代代承传。亲像咱的会歌所讲的，信徒第一大工是趁机会去引带人，引带一人搁一人，为主着磨无空空。咱爱会记哩心灵的起造，甲建筑的起造爱做伙，甚至心灵的起造比建筑的起造伊的要紧甲优先性搁较头前。咱来知，咱拢是刷接者，也是准备者，这就是承先启后，代代相传的意义。上帝在编辑，上帝在编辑，相连的故事也在继续。每一个故事拢有搁较侪兄弟的参与，咱就将这个直直编辑起来，真做亲像彩虹的迄个水个彩色，真水献互上帝的面，也真做上帝甲人和好的记号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110年前你用恩典甲智慧的引带，互相连教会起造伫这个社区110周年来，真做你荣耀的见证。祝你继续带领阮每一个相连人，伫阮的世代，伫阮所徛起的所在，合一三听，真做你荣耀的记号，搁真做社区的利益甲众人的帮助。新的一年，愿你加倍赐福引带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即摆要来回应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听。圣诗第168首，圣诗第168首，求主复兴教会，请会众起立来吟转首。Amen.
会众请坐，拱手圣餐。做伙来拱手主的圣餐。今仔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讲，对遐个囡仔归恩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耶稣讲，恁囡仔着我背当来，着来就近我，我就互恁得到安息。主耶稣阁讲，我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，绝短袂枵。信我的，永远袂喙焦；就近我的，我决断无去杀因。主耶稣也讲，我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音来开的人，我要入去，我要甲伊，伊要甲我做伙食。伊讲，喙焦心无语的人有福气，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稳定甲恁三角伫地。所听兄弟姊妹啊，恁着注意来听主设立圣餐所讲的话，就是照使徒保罗所教示的。主受卖迄一暝，又摕饼祝谢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”食了也摕杯祝谢讲：“这个是新约，对我的会所设立。”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伊祝谢伫内心，所以咱做伙来做感谢的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伫创世大生，你已经为阮准备得救的恩典。佮透过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来成就伊伫十字架顶，互阮有分伫你家己国外的愿望甲永远的活命。自每一摆阮啉这个杯、食这个饼的时阵，是伫享受你永远的恩典，也求你监察阮的性命，互阮无啉食家己的罪过，乃是啉食你所享受极重的恩典。祝福阮伫遮做伙啉食的时阵，会当培养阮的性命来行头前更新的道路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。恁每一摆食的时，着安尼来纪念我。做伙庆贺的时，我要邀请所有兄弟，为着家己的性命来祈祷。亲像使徒保罗所教示的，咱毋好啉食咱家己的罪过，咱着爱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所以，咱会求上帝监察咱的心，除去咱的歹，互咱会当受圣灵的更新，来成做新创造的人。请咱为家己来祈祷。
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。咱每一摆食的时，就安尼来纪念伊，咱做伙来领受。食了主要旁边讲，这个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。恁每一摆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我邀请所有兄弟姊妹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。头拄仔咱所唱的诗歌是求主复兴咱的教会，所以咱需要三听，需要合一，才会当伫这个世代、伫这个所在做见证。所以请正兄姐为着教会来祈祷，因为咱就是上帝的教会。
这个杯是新约，伫基督耶稣的身躯的宝血所立的。每一摆咱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咱做伙来领受。恁每一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平安，甲恁三角伫地。咱搁一摆来祈祷。因为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大权能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阮得到拯救。因为阮做伙领受你的恩典的时，阮就要领受迄个对天来的美牛，就是阮的主耶稣基督家己，诚做灵魂真实的食物，互阮会当得到更新的生命，搁会当伫这个世代、这个所在，诚做你的见证。愿你合一的灵来合一阮的教会，互阮会当诚做一体，就是主荣耀的身躯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圣餐了，咱要回应主的疼，咱要用奉献来接续咱的礼拜。咱三个来奉献。双电的会友无方便来遮的，你会使扫 QR code 的，用转账汇款其他的方式，也是摕来教会管理室都可以会使继续咱的奉献。会众请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。请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过去的一年，互我们有够的稳定，互我们会使平安健康。新的一年，求主你赐大大的稳定降落伫阮相连教会每一个会友身上，互阮的身躯心灵拢得到帮助。阮即摆要用阮的金钱、才能、时间献予主。
的圣工做路用，求主感纳。阮安尼祈求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，阿门。会众请坐，今摆要来做简单的报告。请献归周报第4啊。第一，本周特别的事工，新的一年教会特别要送每一个会友一号一份蔡牧师亲笔写的春联吼，欢迎礼拜了伫10楼的走廊来领取吼，请祝福大家新春快乐、平安喜乐。顶半年今年的事工行事历已经搭伫教会的公布栏，若有需要纸本的吼，请伫10楼走廊桌顶来索取吼，也是讲到教会官网下载。第5页下骹内面有具体关怀，讲恭喜本会会友杜俊凡兄弟甲张维佩只为伫2022年12月16生一个囡仔，愿上帝来眷顾新生儿甲伊的全家。第二，恭喜本会会友陈硕燕兄弟甲简丽啊小姐伫2022年12月26举行结婚感恩礼拜，愿上帝祝福新人。第三，本会会友那中文姊妹是会长姐的老母，以前执事的外婆，伫2022年12月22安休主怀，定伫1月7本周六早起时7点半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至圣一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第四，本会会友高丽桂兰姊妹伫2022年12月24安休主怀，一定伫2022 12月31举行入殓火化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第五，本会会友吴敬如执事伫2022年12月27安休主怀，定伫1月7本周六下晡1点半伫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并参加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第六，本会会友陈显生兄弟春荣节的翁婿伫2022年12月27安休主怀，定伫1月17拜二下晡1点半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至真二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并参加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掀开第6页。本会将要伫2月11拜六10点半到下晡2点半，举办相连教会设教110周年社区园游会，找初心爱相连活动。信徒甲社区的民众拢会使参加，了解咱信仰前辈伫宣教的初心甲听的脚业活动。迄天有园游会要提供摊位吼，无收现金，先买餐券吼，一张200块。为今日开始就使开放大家来购买吼。伫园游券，请办公室找王秀静干事225吼来接洽。过一点是要的礼拜。报名开始啊！时间伫今年的3月初5礼拜日，礼拜报名是到2月12咱礼拜要野外礼拜要早8点40伫相连教会1楼报道
9点准时要出发，要去双连教会3指分堂。这个礼拜以外，咱阁有参观双连的培育中心落成剪彩仪式吼，那个北海岸的半日游吼，啊，一个人爱交100块，包括车资、午餐加保险，哦，请家己到九楼办公室完成交费吼，并爱摕你的车票甲参观吼，欢迎特区的干事成员、牧区议程干事吼，会使甲伊接洽。上尾第9页有一个双连教会寒假篮球营吼，会使甲屏幕师王心怡干事来接洽吼。啊，其他需要带到的会友，请大家家己看吼，来替因带到身体健康的。过来要请杨牧师来主持就任诗祝福册恳甲欢迎来宾。但我要请所有的机构的首长，就是团契会长、诗班敬拜团的团长、信徒的委员对外口入来到头前，也要补充报告。咱们小会通过聘任王彦军弟兄做本会财务顾问，也请一并来就任，也请所有的区长、小家长甲小组长，请恁原位徛起来，做伙来立约。请咱也是小组长，也是小家长的，咱也做伙起立；也是讲大家长的，咱拢做伙起立。大家长、小家长、小组长，请咱做伙起立，伫原位的内底起立，来做伙立约。恁若愿意接受这个积分来服侍，请恁应答牧师所提问的问题。恁愿意接受团契会长、诗班敬拜团的团长、信徒的委员、大家长、小家长以及小组长的积分也无？恁要领受这个职，恁着我靠到回头，就是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，来尽恁的本分甲职务。恁愿意要安尼行也无？咱做伙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伫逐世代升起真侪信徒的领袖来，诚做你的采用，诚做教会帮赞甲众人的祝福。主，求你的圣神灌安充满因，互因受所做工得到你的感力甲坚固，也互教会甲众人得到利益甲帮赞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双连同会小会关闭，设立恁做本会逐项的同工，着谨慎恁不信的行为，甲恁所做，常常关心伫这个事，尽力伫做的工来荣光上帝。阿门。请咱活倒转吼，也请咱所有兄弟甲因拍鼓鼓励支持带倒。咱伫遮也要来邀请家庭团契会长，就是有5岁约长老娘吼，5岁月长老娘来代表接受教会证书。然后，好，咱来回座，谢谢。伫遮咱也有一个祝福甲册恳，就是咱有一群足忠心的中保大道事工的同工，伫因约束的时间为咱祈祷，所以咱要邀请伫即场礼拜。中保大道的同工拢来到台前，咱要做伙立约，做伙来祝福册恳。
请你往头前来行。咱会当较入来一煞。恁若愿意接受中保大道的这份，就请应答牧师所提的问题来入约。恁愿意接受上帝赐福差派，委身伫中保大道事工，担当祈祷的使命甲责任，啊无？恁愿意彻底遵守中保祈祷的时间，一直中间忠心来参与为别人祈祷，啊无？恁愿意遵守祈祷室内底为教会事工甲别人的需要的大道事项，只有甲上帝沟通。除了伫教会已经公开大道事项，无有任何的公开，就保守秘密对所有人，恁愿意安尼做啊无？那恁愿意，咱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伫逐世界你兴起真侪忠实的大道者，用因的双手，用因的脚头乌来服侍你，搁服侍众人。透过因忠心的守望，就成做踢掉破口的忠实的罗卜，来荣耀你，搁服侍众人，也成做众人的帮赞。愿你的圣神甲因三甲伫地来充满各合因，互因喙所出的祈祷会当合你的心意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当我设立你成做上联教会中保大道的同工，愿恁祈祷手举起，将人带到上帝面头前。愿恁祈祷的喙献上芳芳的祭，得上帝的欢喜甲感纳。愿恁祈祷的神就踢掉破口，甲圣神三同工来祝福教会，利益众人。阿门。咱活倒头吼，来互咱的兄弟甲咱拍鼓啊鼓励。咱所有人会当参与吼，加写大祷卡，互因有代志通祈祷吼。啊，你若愿意，嘛会当来报名受训练，成做中保大祷时间，请咱回座，多谢。最后，牧师要欢迎到伫咱中间第一摆，甲咱做伙聚会兄弟，也是新朋友啊无？若无，咱就时间交互师会。咱即摆来吟诵会诗，圣诗第514首，圣诗第514首，当要散会求主赐福，请会友起立来吟。
做伙来领受祝福。愿恁平平安安，就是对我的天父上帝，透过咱的主耶稣基督所享受迄个世界无会抢夺的平安，甲恁每日三角伫地。愿恁伫110周年的第一天开始，搁较荣耀来主的见证，最光最严伫咱的时代、咱的社区，互咱所高举这个十字架的光灯，会当照光整个台湾社会，直到主过来的日。阿门。请坐，灭岛社温，强受切恳。